到这个到3天。老太太需要帮忙吗？阿凤姨吼，安怎嘛该？安怎在天什么？啊，关好啦。哟，唔咩阿头妹呢？咱已经差不多了咯。说中国其实搬到台北啦。迄有3个铁路喺台北啦，但係2年久了，唔要我差不多了啦。啊，路咧，那伊也安太监，搭滴都差唔多啦。差不多了不是错嘅啦，他一直喺度講下，你咪對了。阿婆，我帮忙该奶奶申诉。关好啦。好，你跟谁敬老啊？那位做餐唔掂喎？唔知啊。唔知，哦，咁啊真係唔知。